強行解剖李旺陽，丁子霖話悲憤難忍，死因仍然未明，屍首仍然未取，真相仍然未白。但少陽市警方尋日下晝要解剖李旺陽嘅屍首，原本李旺玲同丈夫趙寶珠誓不妥協，打電話俾朋友要求見律師，兩個人目前仍然被軟禁喺少賓館嗰度，接觸唔到任何人，我哋全日都打唔通俾佢哋。原來呢段時間無視家屬反對，強權之下施行佢哋嘅霸道無理。他就是說已經解剖了，已經解剖了，是今天下午嗎？今天下午，政府認為他的狀況屬於必須解剖，就沒有就解剖了。而且李萬林他想自解剖呢，也做不到。根據佢朋友嘅講法，李旺陽喺尋日下晝大約6點幾被強行解剖，估計地點喺停放遺體嘅少陽市大山嶺殯儀館。李萬林是他沒去，他沒看到，但是這些比較權威的機構，就是少陽當地的，具體是誰，是哪些，是什麼機構的人在解剖，我不是出身清楚。受委託嘅律師唐經玲都冇獲邀在場，而家更加好難接觸到兩夫婦。佢發表咗一封建議信，要求當局停止騷擾李旺陽親友同俾傳媒採訪。更加會令人覺得佢而家有心係去毀屍滅跡嘅話呢，更加令人懷疑本身係成件事係他殺而唔係自殺或者係被自殺。但係而家佢咁樣搞法呢，就已經好清楚，佢根本就唔想徹查，佢係想草草了事，係毀屍滅跡㗎。但點都掩埋唔到事實，更加激起民運人士嘅公憤。一日之內有幾千人喺網上聯署。天安門母親丁子霖亦喺 Facebook 嗰度寫咗一篇文章，悼念死不瞑目嘅6·4英雄。今年6·4之後，有一個唔應該走嘅人走咗，走得又係咁奇怪。李旺陽、翟偉林先生咁樣嘅悲劇，又幾時先可以結束？國際人權組織同傳媒都關注事件，向中國施壓，要求佢哋調查死因。